個露台嘅話咧，都係做咗升級嘅。首先我而家企住呢部分嘅話咧，佢係唔計入呢一個建築面積嘅，可以講佢面積真係非常之大，大到你冇話擺個6尺床，擺個8尺床都係冇問題。而且嘅話咧，270度嘅呢個飄台位，成個房間都係可以望到呢一個湖景嘅。咁如果你中意咁樣嘅一個裝修風格，覺得顯得成個廳好大嘅情況下，咁後期嘅話咧，自己就可以去改成一個半開放式嘅一個廚房。Hello，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灣區置業大管家，我係大管家瑤。Hello， 大家好，我係大管家 Max。我而家嘅位置係坦洲嘅千畝湖景國際花城。國際花城喺國慶節期間係加推咗全新嘅5期2區，全新加推嘅呢一個單位嘅話咧，係做到呢一個130%嘅上映率，而且嘅話咧係堪比呢一個4.0嘅一個產品。咁我哋即係下位置先。咁我而家嘅位置就喺呢一個售樓部啦。咁成個呢一個國際花城嘅話，呢個樓盤屋苑真係非常之大啊！我哋而家見到呢一個沙盤就係成個屋苑整體嘅一個沙盤啦，咁成個樓盤其實佢最大嘅一個賣點嘅話咧，就係佢有千畝湖景。咁我哋一齊行過嚟呢一個細沙盤呢度，可以睇得更加仔細啲。咁國際花城呢度嘅話咧，佢都開通咗呢一個直通巴，可以直接喺門口就坐呢一個直通巴翻到香港。咁呢一個就係佢嘅時間表啦。咁佢都有翻到呢一個荃灣啦、太子啊，同埋呢一個柯士甸嘅。咁我哋再睇翻下呢一個細沙盤，佢而家嘅時間已經係接近晚黑嘅6點45分啦，因為今日嘅人都係非常多，我哋係先拍咗示範單位之後嘅話咧，再過嚟拍翻呢一個開頭呢一部分嘅。見到呢一個細沙盤就係呢一個5期2區嘅細沙盤，咁呢次全新加推嘅5期嘅話咧，佢 total 有7棟樓，加埋嘅戶數係856戶，咁佢嘅佔地面積嘅話咧係32000平方米，佢建築面積係達到145000平方米嘅，咁佢綠化率嘅話咧都有去到30%嘅，而且佢做嘅全部都係人車分流嘅，咁佢嘅車位嘅話咧都有去到1081個，咁啊睇翻呢一次加推嘅呢一個4座啦，咁4座嘅話咧，佢係2 lift 4伙嘅，總高32層高。咁啊，首先睇到呢一個0304就係110平方南洋戶型，咁呢一個01戶型就係126平方嘅南北對流。02嘅話咧就係呢一次加推最大嘅一個138平方嘅。呢次加推嘅全新5期嘅4座嘅話咧，佢係望住前邊呢一個湖景嘅，咁佢係屬於呢一個一線湖景。咁佢除咗呢一個戶型係做咗大升級啦，首先佢係實用率係達到130%嘅上映率，係接近4.0嘅一個產品，而且佢無論喺呢個外立面上邊嘅話咧，對比之前嘅一個外觀係做咗好大升級。我哋可以行到前邊呢度，咁佢呢一次嘅一個加推嘅話咧，可以講喺成個坦洲嚟講嘅話咧，都係一個非常之重磅嘅一個消息，因為尤其係需要買大單位嘅一個觀眾朋友嚟講嘅話咧，真係可以過嚟睇下呢一個國際花城。首先嘅話咧，呢一次加推啊，佢嘅一個飄台位置全部係換成呢一個270度嘅呢一個飄台位，而且係一線嘅呢一個景觀啦。咁仲有嘅話咧，佢係上映率係去到130%嘅上映率。即係大家都知道國際花城其實一路以嚟係賣得比較好嘅，佢早期嘅一個缺點嘅話咧就係上映率真係好普通，冇咩震盪空間。呢一次嘅震盪空間真係非常之大。咁仲有第3個點嘅話咧，就係佢外立面嘅話咧，全部係用咗呢一個中空玻璃。其實中空玻璃嘅一個外立面嘅話咧，會更加嘅大氣啲，但係相對於發展商嚟講，佢嘅成本會更加高咯。咁仲有佢就係一線嘅一個湖景啦，而且嘅話咧，佢成個呢個5期嘅話咧，80%以上都係可以望到一線嘅南向湖景。咁仲有其他嘅一個亮點嘅話咧，就係基本上就係呢個屋苑入邊佢嘅一個主題活動嘅一個空間會更加大咯。第2個亮點嘅話咧，就係佢一個大堂，對比翻之前嘅大堂，即係早期嘅大堂，講真一句就比較普通啲，冇咩亮點。咁呢次佢嘅大堂嘅話咧，都係做咗一個非常之大嘅升級。咁我哋頭先都有講到佢嘅一個花園入邊嘅一個亮點啦，就係而家我哋見到呢一幅圖啦。咁佢之後嘅話咧，佢成個呢一個屋苑嘅一個花園入邊嘅一個主題空間都係做得比較多嘅。首先我哋可以見到成個大嘅屋苑，佢係一個1000畝嘅一個湖景啦，仲有佢每一個樓下嘅話咧，都有好大嘅花花樹樹，你都可以喺下邊露營啊，或者同屋企即係食完飯啊，晚黑去行下 hea 啊。
咁我哋之前都有拍過一輯即係夜晚嘅一個國際花城嘅一個氛圍感啦，同埋入住率。其實呢一個樓盤嘅話咧，佢一直以來嘅一個賣點嘅話咧，就係有湖景，非常之舒服，即係安靜得嚟嘅話咧，又有一個配套，佢唔係話好偏嘅喎，而且門口嘅話咧，除咗有呢一個直通巴可以翻到香港啦，仲有呢一個奇觀巴士7蚊雞可以去到呢一個港北口岸啦，仲有呢一個公交巴士可以去到珠海嘅。咁我哋可以再睇下呢一個沙盤。咁其實成個5期對比翻早期嘅一個4期嘅話咧，佢呢次新加推嘅係冇4單位嘅，佢最細都去到110平方。咁之前賣緊嘅呢一個4期嘅話咧，而家依然都有部分呢一個4單位89方同埋110方嘅。咁呢一個4期呢邊嘅話咧，佢而家擁有嘅一個優惠政策嘅話，同之前都係一樣嘅，有呢一個低首期啦，低至3萬蚊嘅一個低首期，仲有送呢一個全屋嘅一個家私家電嘅。如果比較急住入住嘅話咧，就可以睇翻下呢一個4期嘅一個尾貨單位。因為5期嘅話咧，講真一句，佢嘅缺點就係呢個交樓時間會比較耐，要去到成27年嘅年尾2年多嘅時間先可以收樓嘅。咁介紹到呢度，我哋去睇下示範單位。我而家個位置嚟到呢一個示範單位嘅展示區，咁我哋睇翻到時大同部分佢做咗升級嘅一個膠標啦。咁我而家見到呢一個大塊嘅一個石材瓷磚嘅話咧，都係一個膠標嚟嘅。咁對比翻之前嘅一個風格嘅話咧，係做咗好大改變。因為之前嘅話咧都係比較簡約啲嘅一個現代風。咁同埋我哋而家見到呢一個內材嘅話咧，都係一個膠標。咁我哋先睇翻呢一個127平方呢一個戶型啦。咁佢嘅建築面積係寫住126.93，其實就接近127。咁佢呢一次嘅一個戶型嘅話咧，其實係做咗一個全面嘅一個大升級，因為佢送嘅一部分係做得非常之多嘅。咁呢一個建築面積係去到126.93，咁佢送嘅面積足足有40個方喎。咁我哋可以睇下佢嘅戶型圖。首先我哋見到呢一個連板結構呢一部分啦，呢一部分嘅話咧係發展商報建嗰時係以呢一個連板結構去報建嘅，佢係唔計入呢個面積嘅。同埋我哋見到呢一個飄台位啦，紅色呢一部分嘅話咧係屬於全部贈送嘅。咁呢個露台嘅話咧，全部係計翻一半嘅面積，咁呢一個面積嘅話咧係127平方啦，但係佢加埋送嘅面積係做到呢一個4房2廳2個洗手間嘅，而且嘅話咧呢一個戶型加埋送嘅話咧，佢嘅使用率去到130%嘅使用率。咁我哋先睇翻下呢一個戶型嘅價格先。咁我哋頭先講嘅呢一個連板結構嘅房間就係呢一個位置啦。咁佢到時交付嗰時嘅話咧，實質係以呢一個方式去交付嘅。咁到時嘅話咧，發展商係唔會幫你封埋呢一個玻璃嘅，後期嘅話咧就需要你自己去封玻璃。其實呢間房間嘅話咧，基本上就可以作為一間多功能房啦。咁呢間多功能房嘅話咧，基本上可以做到一間客房嘅一個 size，因為佢嘅面積嘅話咧都係做得係比較呢一個方正嘅。不過嘅話咧，就係呢一個牆嘅話咧，佢係屬於呢一個承重牆嚟嘅，即係我哋嘅主力牆就係 book 唔到嘅。咁我哋先睇翻下隔離公區部分先。咁一入嚟嘅話咧，呢個有手邊係一間呢一個客房啦。左手邊就係呢一個公區嘅洗手間，佢公區嘅洗手間係做咗一個3段式嘅乾濕分離嘅，
出邊係做埋呢個洗手池啦，入邊嘅話咧由呢一個沖涼房嘅位置都係變大咗嘅。咁呢一個沖涼房呢一個位置嘅話咧係有個飄台位嘅，呢一個飄台位嘅面積嘅話咧佢全部都係送嘅，因為佢下邊係擺住呢一個空調位，所以嘅話咧佢呢個位置係唔可以 book 嘅。咁啊睇翻下呢一次嘅重頭戲，先睇翻下呢一個客廳先，哇！呢個廳有冇覺得入到嚟嘅感覺，好似去到啲170、180平方嘅一個大 house 咁樣？睇翻下呢一個露台，呢個露台嘅話咧都係做咗升級嘅。首先我而家企住呢部分嘅話咧，佢係唔計入呢一個建築面積嘅。成個坦洲嘅話咧，之前我哋一路都喺度講開，即係得呢一個莊浩春城佢嘅一個主露台係做得特別闊嘅。呢一次嘅國際花城5期嘅加推。成個露台嘅開間都有去到2.2米嘅一個開間，因為呢部分發展商佈建嗰時係以呢一個花池嘅面積去佈建嘅，所以加埋呢出邊呢部分佢嘅闊度又去到足足2.2米。不過咧，我哋而家見到成塊咁樣嘅大玻璃嘅話咧，就唔係膠標嚟嘅。咁到時交樓嘅話咧，一個交樓標準就係我哋而家見到嘅咁樣噶啦。呢成個露台嘅一個長度都去到足8.1米嘅長度，加埋佢嘅闊度2.2米，佢嘅成個露台嘅面積都去到接近18個方喎。Miss 想問一問你咧，咁大塊嘅玻璃，到時如果自己交樓去封嘅話咧，5萬蚊嘅話，可唔可以全部封晒？睇翻到時你去選擇邊一種封窗模式咯。如果好似而家咁樣咧，一大塊玻璃過咧，就相對會貴啲。如果你分另外一種咧，中間間開幾段去封咧，就會呢個價錢相對會平啲咯。咁啊，一般玻璃咧有唔同嘅材質同埋唔同嘅封法。咁啊，睇翻每個人嘅選擇嘅。不過咁大塊嘅玻璃嘅話咧，對住成個湖景咁樣封完之後，真係好舒服喎。如果到時你交樓唔做埋咁樣嘅通鋪，就好似我哋頭先見到呢一個護欄嘅一個交標嘅話咧，坐喺廳度咁樣望住個湖嘅話，好似差咗少少喎。咁我哋睇翻點解話呢一個露台嘅長度有咁長咧？係因為佢隔離呢度嘅話咧，係對住呢一個客房嘅。咁呢個客房嘅話咧，到時你都可以好時間咁樣。如果做埋通鋪嘅話咧，將成間客房推出去都係 OK 嘅。咁呢間客房嘅話咧，就係一個正常 size 嘅客房啦，可以擺到個咩5嘅床啦。呢度仲有空間可以俾你擺呢一個衣櫃嘅。不過呢個客房嘅呢一埲牆嘅話咧，佢就係主力牆，就唔可以做通鋪嘅。先睇下呢個客廳同埋呢個餐廳先。成個客廳佢嘅開間都有去到5.24米嘅一個開間，其實可以見到成個露台做埋通鋪之後封埋玻璃，其實成個廳嘅感覺真係非常之舒服嘅。5.24米嘅一個開間嘅話咧，其實 sofa 基本上你都唔需要擺到我而家企住嘅位置，因為擺喺我而家企住嘅位置，你睇電視嗰時會覺得嗰個距離太遠啦。咁我哋可以見到擺完呢一個 sofa 位之後，後邊呢度仲有個空間可以俾你做埋個開放式嘅一個書架啦，或者做埋個工作台都得嘅。咁呢一個戶型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非常之好利啊，因為其實佢係完全可以做到一個南北對流嘅。首先就係佢呢一個產品嘅話咧，係接近呢一個4.0嘅一個產品，佢可以做到呢一個130%嘅使用率，而且佢係做到呢一個餐廳客廳為一體嘅。咁我而家企住呢個位置係一個餐廳嘅位置啦。咁呢度係廚房嘅位置，咁實質到時交付嘅話咧，即係交樓俾你嘅一個交付標準就唔係我哋而家見到咁樣嘅，就成個廚房呢度嘅話咧係有呢個牆體嘅，咁開門嘅方式嘅話咧就係呢一個位置，佢係呢個通門嘅。咁後期譬如你中意咁樣開放式嘅廚房嘅話咧，後期就可以需要自己去改動啦。咁首先我哋講到佢嘅淨數面積非常之大啦。呢個位置佢佈建嗰時係以呢一個露台嘅方式去佈建嘅，咁到時交樓嘅話咧，後期就需要你自己去做埋呢一個通鋪啦，去封下出邊嘅呢一個露台。咁呢一個露台嘅話咧，佢係一半面積都係送嘅，我覺得呢個位置幾好喎。其實到時後期嘅話咧，可以喺呢度做翻一個晾衣房啦，做翻個洗衣房都係 OK 嘅。而且成個呢個餐廳我哋而家見到佢係擺咗個落人位啦，同埋呢度有空間可以俾你做一排嘅一個呢一個酒櫃嘅。呢個位置操作台呢一度啊，佢原本呢個位置嘅話咧係以呢一個中空去佈建嘅，即係呢塊佢都係唔計面積嘅，所以我哋見到呢一個127平方佢嘅一個餐廳同埋客廳係做得非常之闊落嘅。不過而家發展商呢一個裝修，我覺得唔中意煮飯一個朋友仔嚟講嘅話咧，就見到第一感覺會覺得佢非常之舒服。如果中意煮飯嘅話咧，到時就可以做成呢一個半開放式嘅廚房，喺呢個上邊嘅話咧，做埋咁樣嘅一個半推嘅一個透門，即係如果你全部打咗做成開放式嘅話咧，一煮飯嗰個油煙味會比較重啲嘅。咁我哋再去睇下佢嘅房間。
咁呢次嘅房間嘅話咧，其實都係做咗升級嘅。咁之前嘅房間我哋見到有呢一個飄台位啦。咁呢次嘅話咧，交付標準嘅話咧，發展商都會幫你將呢一個飄台全部 book 咗佢之後，即係變到我哋而家見到有少少呢一個飄台嘅位置啦。咁房間嘅話咧，佢到時嘅交付就係非常之簡單，白色嘅2+7啦，同埋有呢一個木板嘅，同埋嘅話咧，其他我哋而家見到呢一啲裝飾啊、櫃啊，全部都冇嘅，就後期需要你自己去做裝修。呢啲全部都唔係交標嚟嘅，因為呢個全部都係護牆板。睇翻下呢一次嘅一個重頭戲就係佢嘅主露台270度嘅一個飄台位置，即係我而家企住呢個位置，加埋呢一個位置轉角位，加埋270度，都係呢一次嘅一個升級部分。佢呢個飄台嘅話咧，全部都係送嘅。呢個房間嘅話咧，可以講佢面積真係非常之大，大到你冇話擺個6尺床，擺個8尺床都係冇問題。而且嘅話咧，270度嘅呢個飄台位，成個房間都係可以望到呢一個湖景嘅。咁我哋而家見到呢一個位置嘅話咧，就唔係呢一個衣櫃嚟嘅。咁佢到時交樓嘅話咧，實質佢係有個牆體喺度，因為佢下邊嘅話咧係呢個 AC 空調位嚟嘅。不過交樓有驚喜嘅喎，有衣帽間嘅。我哋睇下呢一個衣帽間，應該係我哋好多女士嘅摯愛。呢一個衣帽間嘅位置，全部都係送過嘅，送咗一半面積，因為佢呢度嘅話咧係以呢一個露台嘅方式去佈建嘅。咁到時交樓呢一個位置做埋個衣帽間都夠用喎，睇下成排呢一個衣櫃，呢度仲有個梳妝台嘅位置可以俾你喺度化妝嘅。睇翻下佢嘅洗手間，洗手間都係非常之有呢一個驚喜嘅，竟然有呢一個浴缸喎。咁基本上嘅話咧，國際花城由呢一個1期到而家嘅5期，哇，成10年嘅時間過去啦。唯一一期呢個大面積嘅話咧，係有呢個浴缸位俾你㗎。當然呢個浴缸唔係交標。咁如果到時中意浸浴嘅一個朋友嘅話咧，自己裝修嗰時就可以喺呢一個主人房嘅洗手間做埋呢一個浴缸啦。除咗有浴缸，洗手盆嘅位置都係非常之大嘅，馬桶跟住呢度係一個沖涼房嘅位置，即係佢成個呢一個主人房嘅洗手間嘅話咧，比公區嘅洗手間真係大咗好多。呢一個戶型嘅話咧，佢嘅一個重頭戲就係喺呢一個主人房啦，同埋喺客廳嘅位置，即係呢一個主人房嘅成個套間嘅面積嘅話咧，對比翻其他樓盤嚟講，真係去到啲86平方嘅一個建築面積先做得到咁大嘅一個主人房嘅位置啊！尤其係佢呢一個主露台啦，面積都係非常之大嘅。咁而家呢一個戶型嘅話咧，佢價錢嘅一個總價係低至138萬起，即係基本上嘅話咧，中間樓層就圍到146萬至呢一個150萬左右。低樓層，譬如2、3、4樓啊，同埋呢一個頂樓總價就係138萬。咁呢一期嘅話咧，發展商係冇做呢一個138嘅一個示範單位嘅。咁138方同呢一個127方佢戶型間隔上邊嘅話咧係差唔多嘅，即係佢 size 嘅話咧 total 係大咗11個方，即係客廳啊同埋呢一個露台嘅話咧都會大咗少少嘅。咁我哋而家就係睇一睇南向110平方嘅一個戶型價格。我哋而家睇下0304 110平方嘅南向戶型，咁110平方佢呢一個建築面積嘅話咧，加埋佢送嘅面積都同樣達到130嘅一個使用率。咁呢個戶型佢送嘅面積都係去到31方嘅。咁呢一個戶型嘅話咧，雖然係110平方，但係佢加埋送嘅面積係去到做到一個4房嘅一個戶型價格。咁我哋首先睇下呢一間創意示範單位先。咁到時交樓嘅一個戶型價格嘅話咧，一入嚟個右手邊就係一間以呢一個連板結構去佈建嘅一間房間嚟嘅，佢係屬於全贈送嘅一個面積。咁到時就可以作為一間多功能房去使用嘅。不過到時交樓嗰時嘅話咧，就需要你自己去做埋呢一個封窗嘅一個處理嘅。咁我哋睇翻下呢個客廳先。咁到時實質嘅話咧，交樓佢成個呢個露台嘅話咧，發展商都冇幫你做埋呢個通鋪嘅。呢一部分嘅通鋪嘅話咧，都需要你自己去做嘅。咁佢成個露台嘅話咧，佢個闊度同樣都有去到2.2米嘅。咁佢嘅長度嘅話咧，係去到5.9米嘅。其實成個露台嘅話咧，都去到有成13個方嘅。咁我哋見到而家有冇覺得成個廳好大啊？係因為發展商咧，將呢個位置本身我而家企住呢度係一間客房嚟嘅，將呢間客房撥咗佢之後，變成一個橫廳嘅一個設計。咁呢間房間因為佢唔係呢一個主力牆，所以係可以將佢撥咗佢嘅。咁而家示範啦，我哋將佢撥完之後，其實係做咗一個3房嘅戶型。咁到時實質交樓嘅話咧，呢個客廳嘅牆喺呢個位置，咁佢成個客廳嘅開間
都有去到成3.9嘅。咁啊睇翻下呢一個餐廳嘅位置，餐廳嘅位置而家係擺咗一個廊位啦。咁同埋嘅話，我而家企住呢個廚房嘅位置，佢同樣都唔係交標嚟嘅喎。佢到時交樓嘅話咧，實質呢度係有縫牆喺度，佢個推門嘅方式就喺而家呢個位置。咁如果你中意咁樣嘅一個裝修風格，覺得顯得成個廳好大嘅情況下，咁後期嘅話咧，自己就可以去改成一個半開放式嘅一個廚房。咁佢到時嘅廚房交標嘅話咧，都比較簡約啲，就係3件套啦，加埋我哋全部嘅一個白色嘅297啦。廚房係有呢個瓷磚嘅，咁客廳就係膠出同埋呢一個地磚為主。咁我見到呢一個位置，一入門口嘅話咧，呢一個鞋櫃嘅位置都唔係交標嚟嘅，不過到時交樓嗰時嘅話咧，係有俾到一個空間俾你，可以自己去做埋呢個鞋櫃嘅。咁我哋睇翻下呢個公區部分先。其實佢呢期嘅一個戶型嘅話咧，對比翻之前4期嘅一個戶型係做咗好多嘅升級。譬如之前嘅一個戶型嘅話咧，洗手間、沖涼房基本上就唔會咁大。即係我而家企住呢個位置嘅話咧，實質嘅話咧，呢個位置都係屬於呢一個飄台位置。不過交樓好似發展商係幫你鋪咗嘅。不過然之後嘅話咧，成個沖涼房就闊咗好多嘅。咁我可以見到，除咗沖涼房大咗，其實成個洗手間佢個面積都係做得比較大嘅。咁我哋再睇翻下呢一個客房啦。咁呢間客房嘅話咧，佢嘅面積嘅話咧都係做得比較舒適嘅。首先發展商會幫你將呢個飄台鋪咗佢之後嘅話咧，你可以將成個床靠邊咁去做埋個榻榻米都得嘅。咁呢度嘅話咧就可以做個呢個衣櫃啦，同埋呢一個雙台為一體嘅呢個櫃，咁佢顯得成個空間會比較大啲咯。咁我哋睇翻下佢嘅主人房，主人房嘅話咧呢次又做咗好大嘅一個升級喎。首先睇翻下呢一個主人房，同樣都有一個270度嘅一個飄台位置喎，而且呢一個主人房嘅話咧，佢係屬於南向望湖景嘅喎。咁我而家企住呢個位置，加埋呢個位置，有冇覺得好熟悉啊？同頭先呢一個127平方呢一個主人房嘅面積，呢個位置同樣都有咁樣景，而且呢一個110平方嚟講，做到咁大嘅一個客房，好少發展商會做咁樣。未完嘅喎，睇翻呢個右手邊呢一個衣帽間嘅位置更加誇張，因為頭先呢一個127平方佢得一邊嘅位置俾你做呢一個衣櫃，而家呢一個110平方佢有2埲牆俾你做衣櫃，呢度仲有位置俾你做個梳妝台，咁樣咁大嗰個 size 嘅一個衣帽間。未有邊個女主人唔愛啊？不過到時交樓嗰時嘅話咧，佢交付標準就係咁樣嘅，因為佢呢度係以呢一個露台佈建嘅。到時發展商嘅話咧，佢交樓嗰時就需要你後期自己去做埋呢一個風窗。佢交樓下邊呢度嘅話咧，都係呢一個護欄嚟嘅，因為佢都係嘅一半面積。咁我哋再睇翻下主人房嘅一個洗手間嘅位置。咁主人房嘅一個洗手間嘅一個位置，對於110平方嚟講嘅話咧，佢就係一個比較中規中矩嘅戶型啦。咁我講翻呢個戶型佢嘅價錢，咁呢一次110平方嘅價錢嘅話咧，佢個總價低樓層係低至呢一個124萬嘅，月供嘅話咧只需要4500蚊就可以買得到。咁如果去到呢一個中間樓層嘅話咧，基本上就圍到130萬左右，即係佢低樓層同埋中樓層有一個價差嘅話咧，總價就係幾萬蚊嘅一個價差。咁同我哋購買嘅話咧，我哋仲有最高係一個38000嘅一個現金回贈嘅。不過呢一次全新嘅呢一個5期嘅一個加推嘅話咧，佢係取消咗呢一個低首期，同呢一個4期唔同，佢冇咗呢一個低首期啦，同埋佢冇送呢一個全屋嘅一個家私家電嘅一個活動。不過唔緊要，同我哋買，我哋依然有呢一個最高38000嘅現金回贈。咁我哋除咗現金回贈啦，我哋仲有一系列嘅一個售後服務啦，同埋我哋有呢一個兩地牌嘅中港車有一個接送嘅一個服務啦。咁基本上嘅話咧，呢一輯國際花城新加推嘅一個視頻，我哋就分享到呢度。各位觀眾朋友，如果感興趣嘅話，快啲過嚟要我睇樓啦，拜拜。